深水埗警隊，由助理隊長任丹帶領。跟住衝過決賽嘅係深水埗警隊，由隊長吳文輝丹帶領。第三隊衝過決賽嘅係深水埗甲隊，深水埗過決賽嘅係連島警隊，由助理隊長黃佩英女士帶領。第六隊衝過決賽嘅係連島警隊，由助理隊長陸婉儀女士帶領。請總測試到台前接受。多謝總。喂，兩個似兩姊妹咁樣啊，呢個大細。400幾個兄弟姊妹啦，喺我哋29個母嬰健康院嗰度，同我哋去為社會服務㗎。我哋一定堅持去到2月，然之後我哋嚟一個慶功宴，好唔好？九龍西啦，香港最繁盛嘅地區我哋有，但係咧最遙遠嘅離島喺太平洋嘅香港。太平洋嘅香港附近嘅離島咧，都係西九龍管轄㗎。你哋可以係桃花島主，全部開開心心㗎。我哋咧事實上咧係可以四海揚威㗎，係咪？我希望大家堅持落去，緊守本分。今年嘅年事咧，
好快脆，我會出order取消咗佢，取消咗佢，睇我兄弟姊妹完全冇後顧之憂，佢生敵好唔好？若果兩星級，要3年，想攞個 distinction 嘅，向我申請得啦，我俾個 distinction 好唔好？大家努力好唔好？多謝。阿卓，請望過，麻煩你有啲嘢你。快活，中馬將吉他拉起啊！三分鐘，出嚟啦！阿 Sir 唱台語，我唱粵語好唔好？俾啲掌聲好唔好？好好聽，俾啲掌聲！那不是海上嘞，波浪不是天不是浪，可問大運中擺扎之間。內在，在勝利活來，不知幾百年度，旁人斜視喝彩，眼乜好過但我總持不改，只因心中記緊。當然我定負責，說信我好清楚，強又是你，冷冰天遁地，其實你了不起，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，強又是你，冷冰天塌地，期待我再爭起。永沒而死，尋追真理。得啊！心水廣東話，廣東話嚟啦！我唱隻閩南話啦，好嘛？本來不知幾百跌倒，旁人斜視喝彩，眼不好過但我中意，有時你永不說不能做到，強又是你。的真理。多謝大家，Thank you，心水好得唔得啊？